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家驶路途冒三寸链，这个意思是讲男仔马冒一步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烟，以安烟读第一条。烟就是烧物件时呛出来火气、火熏气体，像咱讲火烟、乌烟、熏烟，抑个有烟雾。啊，若烧香的烟，咱讲是香烟。香烟伫古早嘛会当讲是查甫团团香火。另外烟气若愈贴愈高，咱讲是烟囤。抑个有过年过节庙会闹热，有一寡所在就会放烟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拢是咱生活中讲到和烟较有关系。较接讲到，头一个读做烟肠，有人读做是烟钱，有人讲是灌肠，就是用假肉烹料灌入去到猪肠作为食品。第二个词读做水烟，也就是水气。像古早有水烟火车，有人讲是火烟火车、涂炭火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坐水烟火车来到旧家，暗时欣赏烟火，食古早味的烟肠配烧茶，现场的气氛真热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